이제 잘못 일을 보면 그런 대비해라. 완전 이거 이거 계시에 때 보험료는 그다음 아 내 말에接下来讲的是第45段，转一切所缘为道用而去观修。然后同样像之前一样，观想一切众生，以及观想这个三宝于近前，祈请加持，三宝能救度于苦海之中受苦的众生。并且祈请这个诸佛菩萨，能将如母的一切众生都摄受于加倍之下。接下来讲的是第46个部分，46段，也就是如观想悲心一般去观想慈心。从最初观想自己的母亲，然后慢慢引申到父亲，到亲朋好友以及当地人，然后慢慢逐步慢慢扩大，将所言的对境扩大，直至普天底下的一切众生。首先在观想母亲的时候，观想母亲对自己的所有恩德。然后以现世的母亲的恩德为根本，然后同时意念，生生世世，普天底下的一切众生为自己施予的恩德，从而祈请上师加持能将如母的一切众生救度。第47段是在讲，特别将这个怨敌为主要的慈心观修对象。心想众生的苦，即是自己的苦，所以对众生升起这个悲心。同时也想着，如果众生快乐，那么自己也将会快乐的这个慈心。如果这个众生能脱离苦海的话，那我会非常的欢喜和快乐。所以呢，将自己的挚爱母亲和自己仇恨的怨敌，没有任何区别的将他们作为对境去观想慈心。接下来这一段是这个正行的这个菩提心部分。此菩提心部分在讲的是将自他的一切痛苦都观想自己能受一切众生的苦。从这个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所造作的所有罪障，以及今生因为这个三毒的烦恼的蒙蔽所造作的一切罪业和堕罪，以及所有异熟果的成熟。然后思维这一部分，然后
观想这个上师三宝，然后口中念诵上师三宝的祈请文。然后思维一切众生的这个罪障的这个罪障都由自己去承担，都由自己去担负。接下来讲的这一部分是以取舍之道去观修这个菩提心。观想这个自己的头顶有这个上师一起三宝，并与将这个至普天底下的一切如母众生观想于这个皈依对境的境前，并且意念他们的这个恩德，意念他们的痛苦而心生起悲心，并且希望他们能获得快乐，从而升起慈心。然后自他一切众生同时异口同声地念诵这个上师三宝的祈请文。心里要想着，就不管自己遇到任何困难，就是要舍掉自己的性命，自己也将会为如母的一切众生服务的这种心态，并且能将自己从无始以来所造的一切善业都总集于一处，希望可以利益到普天底下的如母众生。就像之前所讲的，从母亲到父亲，然后到亲友，然后到同乡人，之后到当地人，这个同城市的人，直至普天底下的一切众生而观修慈悲心。思维这个从地狱到33天，从地狱的最下端以及到这个六道的最顶端的所有众生，一一的去观修这些众生是自己的母亲，然后意念他们的恩德，并且思维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心生这个悲心和慈心。以一种施舍和受取的这种心态，施舍就是施舍自己的一切善业福德，而受取是受取一切众生的痛苦，以这种的摄取这个方式来修持这个慈悲心，这是思维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含义而观修。然后思维自己获得暇满人生，并且值遇大恩的具德上师，应进入这个断除罪障，然后承办这个善业，利益一切众生的这个利他事业。同时意念这个死亡无常，业之因果以及轮回过患。
在这个定中的时候安住在这个所缘对境而不散乱，在后得初定的时候，尽力的去帮助众生，修持这个四无量心以及六度、十法行。那么今天继续念诵昨天的那个解脱庄严宝论。接下来念诵的这个部分是这个信心的部分。在信心部分区分为深切的信心、向往的信心和亲近的信心。这里念诵的是引用宝鬘论的颂文，阐述这个信心。这里讲到的是这个欲乐不能动，也就是遇到这个欲乐的时候，信心不能动，以及凶恶不能动，恐惧不能动，愚迷不能动，这四种遇到这四种违缘的时候，自己的信心坚定不移。这里引用到《塔拉宝真言经》的这个颂文。以上讲了这个第2章已经结束，然后现在讲的是第3章明善知识。在明善知识，也就是成佛之缘善知识。那么这里提到了必须依止善知识的理由有3个，也就是依经文来解释，依因明力量来解释，以及依譬喻来解释。其中引用圣集颂、般若八千颂的这些颂词来阐述，为何需要依止上师或者是善知识。
这里提到善知识就像这个渡河的这个舵手，或者是船师，或是在陌生路上的向导，或者是危险地带的护送者一样，以譬喻的方式来阐述为何要一直上是善知识。这里引用到不动游国语本视频的颂文，来阐述善知识是引导我们到一切智慧去的护送者。这里具体的阐述这个上师是要渡过大河的这个舵主或者是船师。接下来讲到这个善知识的4种分类，也就是属于普通众生一类的善知识，属于地上菩萨一类的善知识，以及属于化身佛的善知识。第4个属于报身佛的善知识。这里依据阐述的是佛陀善知识的定义，以及地上菩萨善知识的定义。讲到这个佛陀善知识，他要具足断证2种圆满的功德，以及地上菩萨，他要指的是从初地到十地之间的各地不同的断证功德。这里提到于受得自在者，以及于心得自在者，于资财得自在者，于业得自在者，于身处得自在者，于娱乐得自在者，于愿求得自在，于神通得自在，于智慧得自在者，于法得自在者的10种地上菩萨需要具足摄受众生时的这个功德。首先阐述的是这个普通众生类的善知识，它需要具足8种、4种或者2种的这个功德。具体引用了这个菩萨地论的颂文，以及引用这个庄严经论来阐述需要具足4种功德的含义，以及引用入菩萨行论来阐述具足2种功德或者2种条件的这个善知识。那么接下来讲的是这个依止善知识的方法，以恭敬与供养、爱敬并承事、修行及努力这3种。
这里具体提到这个，嗯、那若巴大师是如何一直上师？其中引用到这个入法界品以及庄严经论，还有入法界品，呃的这个颂词来阐述这个一指上师或者善知识的方法。其中提到般若经之中这个一指善知识的方法，以上就是善知识部分。所以呢，这次这个解脱庄严宝论的这个讨论会，从最初的准备也是从开头到善知识的这个部分，但是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改变，有可能这个主题会变少一些，因为这次这个解脱庄严宝论从头到尾，希望可以顺利的这样讨论，但是会耽搁很长的时间，所以不知道能不能一直这个讨论到善知识部分。总之呢，今次的这个研讨会，希望可以圆满成功。以及大家可以有所这个了知，所以我们不要做匆匆忙忙、非常仓促的。就算今年有这样的打算，但是如果没有完成的话，明年也可以继续。总之呢，这次的这个解脱庄严宝论的这个研讨会呢，各个佛学院的这个有9名学生，也就是每个班级顶尖的学生。他们来到这个达仁萨拉的上密院，在2个月的期间，他们有研究讨论。所以从这个冈波巴大师的教言从头到尾，他们都有去研究，以及帕木智巴，以及吉田助公僧捐，以及杜孙千巴等的这个冈波巴大师的弟子的这个教言，他们也有去研究。所以呢，这对于解脱庄严宝论有很多的譬喻，所以这些譬喻的话，他们彼此也要这样去结合，然后之后呢，以及所有的这个引用的颂文，在这个解脱庄严宝论里面引用的这个颂文，以及现今与这个现今藏地流传的这个甘珠尔和丹珠尔之中是否有这样的颂文，然后有去研究和探讨。所以如果是引用了甘珠尔、丹珠尔大藏经之中的颂词的话，那么就看是在哪一部分、哪一段、哪一页，所以都有将这些目录记录下来。所以将这些所引用的颂文都可以在这个
大藏经中之中找到，以及还有那些在藏地的这个甘珠尔、丹珠尔之中没有的这种颂文呢，又从这个汉文的这个大藏经之中也有去找寻，所以也有研究，之后呢，然后在与这个上密院的那些格西以及各个寺院也就是六大寺院，色拉妹以及哲崩罗萨林，还有国芒以及也就是三大寺的6个学院，以及嘎登的夏泽寺和香泽寺，像这样6大寺的各个顶尖的格西，他们都有在上密院有请他们为我们讲解，也有研讨，因此各佛学院的这个学生也有彼此探讨研究，所以在一些疑难处也有做分析。大家也有做详细的这个分析和研究。因此呢，之前我有跟他们讲过，这次的这个研讨会呢，像以前有一次是这个戒律的这个讨论，之后是3戒的这个讨论，之后是中观的讨论，总之呢有召开好几次的这个讨论研讨会，但是这一次是最文明的所以这一次是最热闹的一个讨论会，所以就将这个讨论会的主题作为这个解脱庄严宝论。之前就因为这个，他们因为这个是解脱庄严宝论研讨会的这个名义也接见了达赖喇嘛，所以呢，我就说你们一定要努力已经把这个事闹得这样沸沸腾腾的，如果之后研讨会不顺利的话，那之后太丢脸了。所以呢，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做很充分的准备。所以我也没有太大的担心。总之呢，在这个研讨会的时候，在研讨会的时候，我刚刚和这个不动佛的这个火供时间刚好相重，所以说呢，在这个因为要火供1万，早上要4点钟起床，要做火供，所以在讨论会和这个我做火供的这个时间2个就有冲突，所以我有可能不会一直待在这个研讨会里，所以他们不管做怎样的研讨，我可能看不到，但是各个堪布以及在讨论会里，因为是解脱庄严宝论的这个讨论会，所以引请了诸多噶举派的这个善知识以及各个这个其他教派的佛学博士，所以有引请他们，希望可以这个在研讨会上但不要像其他一些法会和会议一样，最初办得很好，但是之后就是以争吵吵闹收尾，所以希望能圆满的举行，并且圆满的结束这个解脱庄严宝论的研讨会，所以我对你们有信心。总之，你们做的讨论会并不是是为了我在做研讨，是为了佛陀和众生的事业而召开的这个研讨会，所以我也有这个可以圆满举行的这样一个信心。所以之前我也讲过，4座上师玉伽的这个引导文呢。希望明天可以为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只能简单的讲一下，没法很详尽的为大家呈现，希望明天可以为大家讲。那么11号的时候，这个会在百段引导文就会到最后的尾声，也就是百段引导文这一年的最后一段课会在第11号结束。
其他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讲了，因此今天为了有一个开始的上好的缘起，所以在这个密续的这个跟各位干部有做一些讨论，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呢。希望以此这个善好的缘起，各个干部的佛学院以及各个佛学院的毕业生，希望大家可以注重这个密续的这个修持，希望大家可以专注于这个密续的修持，因为这个对于总体来讲的话，对于佛教，特别是这个藏传佛教，从这个别解脱戒到这个。外别解脱戒、内菩萨心戒以及密乘金刚密乘金刚戒这一系列的三戒，希望可以不管是从大乘或者小乘，从显密一切宗派，所有都是这个佛陀的教法，这是我们的特殊之处。因此呢，这是一个特殊之处，也是很困难之处。比方说，像在三乘，三乘的修持，并非是三个师父各自去修，而是在一个师父身上就可以有三乘的这个修持，这是我们的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特殊之处，也是一个最困难之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三乘的这个修持的主要含义就是主要是三戒的这个护持。那么对于手持三戒的对于对于手持三戒的话，就会有时候各个戒律的戒条会觉得会有一些相违背，会起一些冲突。如果不懂得善巧的去结合的话，那么就觉得是结合这个去手持别解脱戒的时候，就会违背这个菩萨戒；如果结合菩萨戒的话，就会违背密乘戒。所以如果不懂得他们的善巧的结合的话，那么就会觉得有所违背。而且这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个密乘的这个修法。在密乘的修法之中，从马尔巴大师所传承下来的各个这个密乘的这个如海般的序部的这个传承有很多，但是呢，现今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仅有的仅有的那么几本。总之呢，对于仅有的这几本呢，希望大家可以不让它衰败，让它繁荣兴盛。总之呢，对于这个噶举派的这个或者是藏传佛教的这个密乘呢，以及序部的这个诀窍和引导以及修持呢，都是我们的这个精髓，所以我们一定要护持，这是非常主要的。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去注重，希望大家注重这个序部。因为刚才我讲了很多，从2点钟开始就讲，一直都讲，到现在有一些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里打住就好。